木带叫美国客长，拢客长，非缅话行业面的当中拢客长，非缅话是客长，缅话是客长。你呢有澳洲农业，你有澳洲农业。年走澳，唯独标准分过的本，唯独标准分过的分。啦，紧张买些牡丹端火当自家，买给买票转呀。你呢有澳洲农年走澳，唯独标准，分，过年本。你呢有就是 younger brother 弟弟，澳洲农年就是嫂子就是 brother's wife 嫂子，走澳 as wife， 唯独标准分 as 过年本哥的份，他就是他弟弟跟嫂子。然后生的标准就算哥哥的。你呢有澳洲农年走澳，唯独标准分过年本。这个年就是嫂子，就是brother's wife。要煮酒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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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